青海这个地方生产的枸杞的品质好，含糖量啊和氨基酸的含量它就比较高的，弄成半成品以后再往外销售。看到这枸杞利润特别高，然后我就引进200亩地的枸杞苗子在这边繁殖啊。我们这个合作社呢，每年都有分红啊。我们承包土地，他在这务工，他还拿到工资完。咱们这个种地和老百姓的利益是挂钩的，咱们企业能挣上钱了，老百姓也就能挣上钱，带動更多的老百姓來脫貧致富。同樣喺烏蘭縣，從小喺度飲牦牛奶、食牦牛肉長大，而家靠牦牛創出新事業嘅汪永林有住同樣嘅信念。真的希望賣到外國的話，把產品做得更好、更精細化的話，把價位賣得更高一點，讓牧民的收入更提升一個階段嘛。無論枸杞或者牦牛，通過香港第三方嘅認證、嚴格嘅品質檢驗標準，展現優良嘅品質同埋實力，走向國際更大市場。